我从来都没有过爆发的感觉。全部都带，全部都带，全部都带。我怎么唱不上去？全部都带，哭泣，hold住它，哭泣，哭泣，哭泣。哎呀，哎呀，多啲，多啲添。全部都的感觉多一点。是使劲往里给，往里。應該係由外到內，再到翻外嘅。咁你而家再試下做一次。老師，我的舌頭要動嗎？我嘴這樣太大了。老師在鼻子上嗎？我現在不要再吸氣，就正常，別給他。哎呀，這怎麼整的？或者再等我幫幫你。不是放力出來，是要克制力。全部都帶走，都是小小的克制住。你再試一次嚟睇下。全部都帶走，好嗎？嗱，好咗好多啦，係嘛？喺呢個 moment 要爆。